一個小學中文老師，受到小孩子嘅愛戴。佢性格內向，外表美麗，而且善良，喜愛小動物。佢係屋企裏面嘅獨生女，係爸爸媽媽嘅掌上明珠。但係喺佢仲未去到29歲嘅時候，竟然遭遇到禍害。佢被發現收藏喺冰櫃裏面，時間長達3個月。而親手做呢一件事嘅人，正正就係佢嘅丈夫。呢一件事件轟動全國上海，直至去到2020年，法庭終於有一個最終嘅判決。大家好，我係頭盔。我哋今日要講嘅係一單近年轟動一時嘅謀害妻子案件。喺呢一個案件裏面，兇手表現出嚟嘅反社會特質以及危險嘅人格，都對我哋嘅生活有所警示。呢一單案件就係上海朱曉東事件。2017年2月1號，朱曉東喺屋企人嘅陪同之下，去到上海市虹口區嘅公安分局自首。家人表示佢謀害咗自己嘅妻子。警方根據佢嘅口供，嚟到虹口區商業一村28號，打開咗個404室嘅門口。呢一個係一個細單位，露台上面嘅大冰箱同室內嘅一切裝潢格格不入。冰箱裏面藏住一具遇害咗105日嘅女性遺體，而佢正正就係朱曉東嘅妻子。佢被包攞喺被套裏面，塞入零下10幾度嘅冰箱。遺體上面仲放咗一塊木板，木板上面擺放咗少量嘅食物。喺佢遇害嘅105日入面，朱曉東一直都喺度製造妻子仍然生還嘅假象。佢用微信同妻子嘅屋企人保持聯絡，而佢自己就縱情享樂，同其他人飛到去韓國旅行，以妻子嘅名義貸款接近20萬，又用妻子嘅身份證去做唔合法嘅事情。喺外父60歲生日嘅呢一日，亦都係佢將自己嘅末日延長咗105日之後，朱曉東選擇自首。朱曉東生於1987年，係上海本地人。1995年8歲嘅朱曉東同父母一齊搬入咗上海虹口區商業一村28號。呢個係一棟5層高嘅樓宇嚟嘅，由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興建。搬入去2年之後，朱曉東嘅父母離異，爸爸搬走，兩母子就一直住喺呢一個單位裏面。喺中學2年級嘅時候，朱曉東參與搶劫，被警察拘捕。中學時期嘅佢非常之肥胖，畢業之後先至開始減肥。減磅瘦咗落嚟之後，朱曉東嘅容貌變得非常英俊，變成一個現代人口中嘅小鮮肉。佢入讀上海市某一間大專院校，19歲就離開咗校園，進入社會工作。2007年，啱啱20歲嘅朱曉東不甘平凡，佢報名參加咗上海東方衛視嘅唱歌類型選秀節目《我型我秀》。雖然憑住英俊嘅外表得到關注，但係冇任何唱歌經驗嘅佢，好快就被淘汰。我型我秀唔係佢發揮嘅舞台，但係娛樂圈嘅窮奢極欲就令到佢大開眼界，亦都令到朱曉東失去咗自我定位。佢唔再滿足於平庸嘅生活，開始頻繁地更換工作。佢收入唔高，但係就十分之注重生活嘅品質，對於日常嘅生活非常之講究，而且經常出入酒吧。呢一個時候，佢開始周旋於多位嘅女性之間，仲染上咗賭博嘅惡習。喺2012年嘅一次聚會上面，25歲嘅朱曉東主動搭訕一位漂亮嘅女孩子。呢一位名叫做楊麗萍嘅女子，亦都係佢後嚟嘅妻子。兩個人雖然年紀相同，但係就唔係同一個世界嘅人。妻子同樣係上海本地人，但係相比起朱曉東嘅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楊麗萍十分之務實。喺一間小學入面任職中文老師，佢讀書工作從來都冇離開過學校。單純善良嘅佢對朱曉東產生咗好感。朱曉東覺得願意為人付出嘅楊麗萍對佢嚟講係非常之容易控制嘅人。楊麗萍唔知道呢一個英俊嘅男孩子早已經有女朋友，喺佢嘅手臂嘅紋身就已經寫咗雙方嘅名字。不知情嘅楊麗萍同朱曉東經歷咗一段曖昧期。但係時間過咗冇幾耐之後，朱曉東就突然間消失，而且係喺冇任何預兆之下消失嘅。直到2013年，時隔1年之後，朱曉東再次出現喺楊麗萍嘅面前。
當楊麗萍問到佢離開嘅原因，朱曉東話自己係因為檢查到腦部有腫瘤，喺生命有危險嘅情況之下，選擇去到西藏，住喺雪山下面修身養性。直到發生咗奇蹟，腦瘤突然間消失，完全康復之後，佢決定鼓起勇氣翻到嚟楊麗萍嘅身邊，正式展開追求。對於楊麗萍係出於乜嘢嘅想法相信呢一啲解釋，並且對朱曉東不辭而別嘅行為釋懷，大家已經無從稽考。但係楊麗萍同朋友講起呢一件事嘅時候，就會展現出對朱曉東嘅崇拜。朱曉東的而且確係去咗西藏，但係原來係同自己嘅女朋友 A 一齊去嘅，旅程大約花咗10萬蚊。中途唔知因為乜嘢嘅原因，朱曉東曾經打算兩個人一齊去自尋短見，但係後嚟喺女朋友 A 嘅制止之下，先至冇做出呢一種事。2013年6月，朱曉東同女朋友 A 參加咗一次聚會，呢一個時候佢哋仲保持住情侶嘅關係，而喺4個月之後嘅10月份，朱曉東先至同楊麗萍成為戀人。但係楊麗萍並冇話俾自己嘅父母聽關於朱曉東嘅事情嘅，因為楊麗萍係幾乎唔會同父母分享自己嘅生活。直到1年之後，兩個人去到參加朋友嘅婚禮，楊麗萍喺朋友圈發佈咗一張相片，就徹底公開自己同朱曉東嘅關係。喺相裏面，楊麗萍同西裝筆直嘅朱曉東企埋一齊。楊麗萍話俾父母聽，呢一個男仔對自己好好，會煮飯俾自己食，係一個孝順嘅男孩子。呢一啲亦都得到朋友嘅見證。朱曉東喺生活上面對楊麗萍照顧得無微不至，但係楊麗萍唔知道嘅係，幾個月之後，朱曉東亦都陪同前女朋友 A 出席咗另一場婚禮。喺長達1年嘅時間之中，朱曉東至少喺呢兩個女性之間徘徊。後嚟因為前女朋友 A 屋企人強烈反對，佢哋先至被逼分手。最終朱曉東選擇咗楊麗萍。有關於對親人落毒手嘅案件，我哋之前都做過一單澳洲滅門案，內容講到兇手因為妒忌以及金錢而行兇，兇手非常之冷血殘忍，行兇之後甚至將魔爪伸向自己嘅侄女。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去我哋嘅頻道裏面去睇翻啦。我哋依家翻嚟呢一件案件，楊麗萍喺發現朱曉東嘅紋身之後，多次提出要求要去清除紋身，但係朱曉東並冇答應到。喺呢1年，朱曉東仲培養出一個飼養冷血動物嘅興趣，蜥蜴、蛇、蜘蛛等等，通通都被佢飼養喺屋企裏面。唔同嘅溫度、濕度嘅玻璃箱之中，呢一啲動物都以老鼠為食物，所以朱曉東又開闢咗一個區域，專門飼養老鼠。2015年嘅春天，楊麗萍第一次帶朱曉東返到屋企，呢一個時候佢哋已經去到談婚論嫁嘅地步㗎喇。每一次朱曉東見到女方嘅家長，都係唔太願意說話，永遠都係問一句答一句咁樣，似乎係好唔中意同女方嘅屋企人去交流。雙方嘅家庭因為兩個人嘅婚事見過幾次面，朱曉東每次喺呢一種場合都係沉默寡言嘅。但係有一次講到朱曉東已經去世嘅爺爺，朱曉東就突然間攞起一杯啤酒，飲咗一啖之後仲喊咗出嚟。佢話爺爺走嘅時候有嘢留俾佢，但係佢一直都攞唔到。喺現場嘅眉眼嘅人都知道朱曉東講緊嘅係爺爺嘅遺產，咁樣一度令到雙方嘅氣氛非常之尷尬。喺兩個人結婚簽字前夕，家庭嘅聚會上面，朱曉東對住楊家嘅親戚朋友講，楊麗萍係我中意嘅人，其他人唔可以鬧佢，佢爸爸媽媽都唔可以，只有我可以鬧佢。朱曉東可能係喺度想表達自己好愛護太太，但係咁樣嘅說話就令到在座嘅楊家人心裏面覺得好唔舒服。只不過兩個年青人感情好嘅話，其他都冇所謂啦。呢一句說話背後展現嘅係朱曉東對楊麗萍擁有極強嘅控制欲。楊麗萍喺出面有咩活動，朱曉東一定會跟住嘅，甚至一度刪除咗楊麗萍手機入面嘅通訊軟件。朱曉東會好警覺太太同啲乜嘢異性或者自己唔了解嘅人接觸。喺2015年嘅2月，楊麗萍喺微博上面寫話，前幾日微信刪除咗，要揾我就要用短信或者電話，女性隨時都可以揾我，但係男性朋友就會有被刪除嘅風險。喺未來嘅48小時，微博亦都要被刪除，朋友亦都會被陸續刪除。呢個唔係演習，而係一場冇煙火嘅戰爭。今次呢一件案件，我哋會分為上下兩集。
今集我哋講到朱曉東成長嘅背景，以及係佢同太太結婚初期嘅經歷，仲有喺言語相處當中可以見到朱曉東對待太太嘅唔尋常表現。下一集我哋就會講述朱曉東喺案發之前嘅舉動，同埋太太楊麗萍嘅下場。一副俊朗嘅外表，但係偏偏擁有惡毒嘅心腸。大家有冇想象得到，如果自己心愛嘅屋企人被身邊嘅人謀害不特止，之後竟然係被放喺雪櫃裏面整整105日，心裏面係會有幾咁難過呢？而進行呢一啲冷血行為嘅人，犯案之後唔係驚惶不安，唔係不知所措，竟然係第一時間去享受生活。大家聽到心裏面又會有啲乜嘢感受呢？大家好，我係頭盔，我哋今日繼續講述上海朱曉東事件嘅下集。上次我哋講到朱曉東成長嘅經歷，佢同太太嘅認識，以及朱曉東嘅性格。今集我哋就會講述朱曉東案件嘅過程，佢作案之後嘅行為，以及佢嘅下場。朱曉東對楊麗萍有極強嘅控制欲，楊麗萍喺出面有啲乜嘢活動，朱曉東一定會跟隨住嘅，甚至一度刪除咗楊麗萍手機入面嘅通訊軟件，因為朱曉東會好警覺太太同啲乜嘢嘅異性或者自己唔了解嘅人有啲乜嘢嘅任何接觸。兩個人又經歷咗將近1年嘅磨合。2015年12月31號，佢哋去到民政局領取結婚證明書。半年之後嘅2016年5月28號，男方父母出錢喺酒店舉辦咗7圍嘅酒席。酒席裏面只係宴請咗雙方嘅親屬。考慮到朱曉東屋企嘅經濟條件，女方省卻咗婚紗、車隊、迎親以及所有嘅慶祝計劃。喺嗰一日，楊麗萍着上一件白色嘅上衣同埋牛仔褲，出席自己嘅結婚喜宴。相比之下，朱曉東着住西裝，顯得佢一絲不苟。有客人稱讚朱曉東衣着有品味，而佢媽媽就和應表示：我個仔由細到大都相貌堂堂啊。婚宴之後，兩個人又喺出面單獨宴請朋友食飯。朱曉東飲多幾杯之後，被人攙扶住離開。喺電梯當中，佢無緣無故對住一對陌生嘅情侶大鬧，後嚟被朋友平息。出咗電梯之後，朱曉東又開始大鬧身邊嘅朋友。朱曉東就係咁樣喺鬧劇之中過完自己嘅大喜日子。而兩夫婦嘅新居就係之前20年朱曉東母子一直住嘅嗰一個單位。媽媽搬咗出去，楊麗萍就搬咗入嚟。喺呢一個細單位入面，只有一個臥室同埋一個露台，門口對住廚房。單位入面有一隻牧羊犬、一隻倉鼠，再加幾隻冷血嘅動物。兩個人就喺呢一度開展自己嘅新婚生活。但係喺外人睇嚟恩愛嘅新婚夫妻，其實背後就暗流湧動。楊麗萍老師工作嘅工資加上各項嘅補貼，每個月大約可以賺到1萬蚊左右。朱曉東喺商場入面任職售貨員，每個月嘅工資大約5000蚊。兩夫婦嘅日子過得並唔拮據嘅，但係楊麗萍對朱曉東言聽計從，除咗會幫朱曉東償還賭債欠款，仲會用自己嘅工資為朱曉東買一隻5000蚊嘅手錶。而朱曉東送俾佢嘅一支潤唇膏或者手機殼，已經可以令到太太開心好耐。朱曉東要求楊麗萍刪除微信入面嘅所有男性朋友，並且限制佢外出。楊麗萍認為咁樣係朱曉東愛佢在乎佢嘅表現，但係喺感情上面，朱曉東其實並唔檢點。兩個人結婚之後冇耐，楊麗萍就發現佢同其他嘅女人有曖昧嘅關係。兩個人仲為此劇烈爭吵過。之後朱曉東喺一張黃色嘅紙上面用潦草嘅字跡寫咗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後心裏面只有楊麗萍一個，保證唔會再同其他人發送信息，唔會同其他人聯繫，手機每日都可以交俾楊麗萍去查看。紙張嘅左下角仲有一行字，朱曉東喺嗰度表示，如果自己違反呢一啲約定，佢就會喺屋企燒炭，同楊麗萍一齊結束大家嘅生命。但係單單一張保證書並冇任何嘅實際作用嘅。冇幾耐之後，朱曉東又再次出軌，開始同其他嘅女人有曖昧嘅關係。佢假裝自己未結婚，分別同2個女孩子建立戀愛關係。呢個時候嘅楊麗萍完全唔知情。2016年8月25號，兩個人因為償還貸款同埋裝修嘅問題，令到一直以嚟嘅雙方矛盾大爆發。根據朱曉東單方面嘅陳述，
表示話兩個人去到民政局辦理離婚，女方喺民政局以性命威脅朱曉東，令到離婚手續未能夠完成，兩個人之後就返咗屋企。3日之後，2016年8月28號凌晨2點左右，朱曉東喺網上面訂購咗一批小說，書裏面嘅內容係將遺體冷凍用嚟破壞證據嘅犯案橋段。喺9月初，朱曉東突然間向楊麗萍表示話，佢將會升職，需要去到香港工作，月薪會由5000蚊升到去2萬蚊。朱曉東希望太太會放棄工作，一齊去香港。楊麗萍聽到之後欣然同意。9月4號，一直唔願意清洗紋身嘅朱曉東帶住太太去到紋身工作室，用一個新嘅紋身去覆蓋舊有原本嘅情侶紋身。楊麗萍亦都喺左邊嘅膊頭上面紋咗一對翅膀。紋身之後，當日嘅夜晚喺微信更新信息，表示話自己30歲，一直以嚟都係過得算係循規蹈矩，並冇做過任何重大嘅抉擇。自己年紀越大越害怕改變，希望之後會一切安好。9月14號，佢同朱曉東一齊去到學校，喺所有人都非常詫異嘅情況之下，遞交咗辭職申請。朱曉東向校長說明，太太辭職嘅原因係為咗跟住自己去香港生活，但係其實朱曉東自己知道呢一切都係謊言，佢根本就冇升職加薪去香港工作嘅事情。唔單止係咁，佢仲喺妻子提交申請之後嘅第6日，即係9月20號，偷偷地辭去咗工作。2日之後，朱曉東喺網上訂購嘅容量達到202升大冰箱運到。佢話因為佢飼養嘅蜥蜴同埋蛇需要老鼠嚟去餵養，需要買新鮮嘅老鼠去冷凍，所以先至買一個冰箱放喺露台。佢仲為妻子買咗一部最新嘅蘋果手機。喺呢一段期間，楊麗萍喺朋友圈表示話，最近辦理離職手續，丈夫對自己非常之好，好到令到佢都有啲驚慌。享用咗一頓豐富嘅晚餐之後，老公問自己要唔要買新衫，種種嘅行為令到楊麗萍覺得好詫異。但係楊麗萍將呢一則朋友圈嘅信息隱藏咗所有屋企人，所以佢嘅家人並唔知情。喺嗰段時間，楊麗萍沉醉喺丈夫對自己嘅關心同埋付出，對慢慢接近嘅危險根本就毫無察覺。對於楊麗萍嘅屋企人嚟講，女兒從來都冇提起過點樣去過婚後嘅生活嘅，亦都冇聽講過兩個人之間發生爭吵，亦都從來冇提及過離婚呢一件事。屋企人最後一次見到楊麗萍係喺2016年嘅10月14號。楊麗萍返到屋企，並且送咗一對運動鞋俾媽媽，兩夫妻冇留低食飯就急速離去啦。2016年10月14號呢一日，楊麗萍其實完成咗所有交接工作，正式離職。但係佢依然冇將呢一個消息話俾父母聽。第二日，兩個人就一齊去到杭州旅行。根據朱曉東嘅說法，呢一個旅行並唔愉快嘅，因為自己冇訂到合心意嘅酒店，導致太太楊麗萍好唔高興。呢件事情嘅後果就係兩個人嘅杭州行程縮短，只係喺杭州玩咗1日之後就翻到去上海，但係回程又買唔到高鐵車票，只係買到普通嘅車票。楊麗萍為到呢一件事非常之不滿，兩個人又再次劇烈爭吵。喺翻到屋企之後，朱曉東一直安撫住楊麗萍嘅情緒，直到第2日10月17號嘅朝早，朱曉東表示話楊麗萍一早就喺度抱怨，而呢一個行為令到朱曉東心情非常之狂躁。於是朱曉東雙腳企喺床上面，雙手捉住楊麗萍嘅頸部，想令到佢唔好再出聲。但係咁樣一直捉住太太嘅頸部，楊麗萍面色開始變白，嘴唇開始發紫，直到失去呼吸。朱曉東回憶，呢一段時間大約只有5分鐘，之後朱曉東又喺旁邊觀察咗3個小時，確定太太已經離世之後，將佢包入被套，放咗入嗰個新買嘅冰箱裏面。同一日，朱曉東將太太銀行裏面嘅44000蚊轉到去自己嘅銀行戶口之中，仲透支咗佢嘅信用卡，以雙方嘅名義迅速貸款將近20萬。有咗錢之後，朱曉東立即進行自己夢寐以求嘅生活。佢購買咗大量嘅壯陽物品同埋補品，仲用太太嘅身份證同多個女性喺5星級嘅酒店開房。楊麗萍遇害之後嘅1個星期，朱曉東帶住其他女人去咗韓國旅行，之後仲去咗海南、南京呢2個地方旅遊消遣。
佢喺網上面買咗一個監控鏡頭，鏡頭正正對住露台上面嘅冰箱，只要有任何人靠近冰箱嘅位置活動，監控鏡頭就會立即通過手機通知朱曉東。為咗隱瞞太太已經離開，朱曉東仲以太太嘅名義喺社交網站發佈信息，以太太嘅口吻同佢嘅朋友、屋企人去溝通，製造成太太辭職之後仍然係忙碌嘅假象。每當有人打電話俾楊麗萍嘅時候，朱曉東都會以電話失靈、忙碌或者唔方便等等嘅理由拒絕接聽，然後改用文字嚟聯繫。朱曉東亦都利用咗楊麗萍好少同屋企人經常聯繫，以及屋企人都放心佢嘅特點，而冇令到屋企人引起咗過多嘅懷疑。喺屋企嘅時候，佢正常出門、出街放狗、同鄰居打招呼。喺呢一段時間，朱曉東嘅私欲得到滿足，一直去到2017年1月31號，楊麗萍爸爸60歲大壽嘅前一日。朱曉東喺欺騙咗楊麗萍嘅家人一段時間之後，知道呢一次已經冇辦法再隱瞞，所以佢決定自首。喺自首之前，佢喺屋企玩咗一整晚王者榮耀嘅遊戲，期間佢行出屋企門口，將太太嘅手機、身份證等等嘅私人物品拋棄喺附近嘅河裏面。第二日佢先至將事情話俾自己嘅父母聽。呢一日，楊麗萍嘅爸爸喺壽宴上面等住兩個人嘅出現，後嚟先至得知朱曉東已經喺父母嘅陪同之下，去到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自首，而楊麗萍嘅遺體已經喺零下10幾度嘅冰箱裏面冰凍咗3個幾月。朱曉東喺法庭嘅陳述裏面表示話，2016年佢犯咗一個不可饒恕嘅罪行，佢對唔住太太楊麗萍，對唔住外父外母，如果可以，佢願意用自己嘅生命嚟換取太太嘅性命，並且願意接受一切嘅法律制裁。2018年8月23號，上海市法院對案件進行一審公開宣判，故意謀害罪罪名成立，判處朱曉東極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朱曉東不服提出上訴。2019年7月5號，經過上海最高人民法院複核，對朱曉東嘅極刑判決維持原判。2020年6月4號，朱曉東被執行極刑。聯合國犯罪問題辦公室對2017年遇害嘅女性做咗一個統計，呢一年入面，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害，其中嘅5萬人都係被伴侶或者家庭成員所傷害。所以其實每日大約有137名女性被身邊最親近嘅人傷害，兇手大多數都係丈夫或者情侶，而呢一啲女性離世嘅地點大多數都係喺自己嘅屋企。對於呢一啲遇害嘅女性嚟講，屋企反而成為咗最危險嘅地方。原來最親近嘅人可能就係最容易傷害佢哋嘅人。上海朱曉東事件嚟到呢一度結束，大家對呢一件案件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哋嘅意見啦！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訂閱我哋同埋按下側邊嘅小鈴鐺，因為咁樣你先至會收到我哋出片嘅通知嘅。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一名13歲嘅少年喺翻看電腦嘅時候，無意中發現咗父親最醜惡嘅一面，而佢顧念住父子之情。呢一個男孩喺震驚之餘，佢都仲係選擇將呢一個秘密埋藏喺心底裏面。但係佢唔知道嘅係，佢嗰一位禽獸父親根本就唔會顧念乜嘢親情，而一個邪惡嘅計劃已經慢慢喺呢一位父親心裏面醞釀起嚟。大家好，我係頭盔。今日我哋大家就嚟睇下呢一件發生喺美國科羅拉多州令人心寒嘅案件啦。2012年11月18號嘅上晝，一名叫做迪倫嘅13歲小男孩滿面沮喪，同佢嘅媽媽伊萊恩一齊嚟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嘅一個機場。呢位小男孩好快就要登機，前往百幾公里以外嘅一個小城鎮，去同佢自己嘅父親去見面，一齊度過感恩節。而喺2年幾之前，因為作為貨車司機嘅父親脾氣變得越嚟越古怪，迪倫嘅媽媽伊萊恩就選擇結束呢一段維持咗18年嘅婚姻。迪倫同佢自己嘅哥哥對佢哋呢一位父親冇乜嘢好感，所以喺離婚法庭上面，佢哋兩個都選擇要同母親一齊去生活。然後呢三母子就離開咗之前居住嘅屋企，
雖然並冇離開一直生活嘅科羅拉多州，但係都選擇搬到去距離之前屋企大約幾百公里以外嘅一個新城市，開始咗新嘅生活。但係根據法律嘅規定，佢哋嘅父親馬克每一年都有權利去同自己兩個孩子喺一啲特定嘅假日去相聚，而如果母親唔履行呢一個義務嘅話，就算係違法。所以喺之後嘅1年幾時間裏面，迪倫同佢嘅哥哥都會好無奈咁樣搭飛機去翻去之前嘅屋企，同佢哋自己嘅爸爸好不容易咁樣去度過幾日嘅時間。因為父親嘅屋企位於一個山谷裏面，有一啲與世隔絕嘅感覺，而父親馬克又總係喜歡將妻子同埋孩子嘅離開，所有嘅責任都歸咎喺母親嘅身上，咁樣令到兩個孩子同埋父親馬克相處之間經常都會發生嘈吵，而佢哋嘅關係亦都變得越嚟越緊張。再加上1年之前，迪倫同佢嘅哥哥科里發現到佢父親嘅一個驚人秘密之後，佢哋兩兄弟都覺得冇辦法再去正視呢一個男人，所以每次因為法律嘅要求而去探望父親嘅時候，兩兄弟都係靠住藉口去不同嘅朋友屋企玩，而逃避同佢嘅父親去相處。而當時間嚟到2012年11月18號嘅時候，迪倫嘅哥哥科里啱啱好去到18歲，已經屬於一個成年人，所以科里可以選擇決定唔再去探望父親。而當時只有13歲嘅迪倫，只能夠好無奈咁樣自己上咗飛機，前往以前嘅屋企去同父親相聚。由機場裏面嘅監控錄像裏面可以睇得到，迪倫嘅樣子一啲都唔開心。而喺飛機降落之後，喺佢同母親報平安嘅短信裏面，亦都附帶咗一個唔開心嘅表情。喺2012年11月18號，大約下午6點幾，當父親馬克喺機場迎接迪倫之後，沿途嘅監控錄像都拍到父子兩人表現得非常之冷淡，途中幾乎冇乜嘢交流。兩人匆匆去咗快餐店食咗個快餐之後，就返到去父親馬克位於山谷裏面嘅屋企。返到屋企之後，迪倫即刻詢問父親可唔可以去佢嘅朋友屋企過夜。好明顯，迪倫1分鐘都唔願意留喺屋企裏面。而迪倫被馬克拒絕之後，迪倫就開始同朋友發短信，約好咗第2日，即係11月19號嘅一朝早6點30分，佢就會去探望佢嘅朋友。然後喺當日嘅晚上，即係18號嘅9點37分，迪倫向佢嘅母親同埋朋友發出咗最後嘅一輪訊息之後，就再冇同任何人有聯繫。當時所有人都覺得迪倫可能因為當日嘅旅途太過疲累，所以早早休息，亦都冇聯想到任何嘅問題。直到第2日嘅清晨，約定嘅時間已經過去，而迪倫並冇出現喺朋友嘅屋企。然後又過咗幾個鐘頭，迪倫嘅媽媽亦都開始注意到自己嘅兒子並冇同平時一樣向自己去發信息報平安，咁樣令到迪倫嘅母親同埋朋友都開始覺得有啲奇怪。於是由19號嘅上午開始，佢哋都開始試圖打電話或者發信息去聯繫迪倫，但係亦都係冇任何嘅回覆。直到19號嘅下午4點幾，媽媽伊萊恩收到前夫馬克發嚟嘅短信，佢表示話迪倫失咗蹤。而出於一個母親嘅本能，經過一整個上晝嘅心緒不寧，伊萊恩喺收到呢一條信息嘅嗰一刻，就已經感覺到自己嘅兒子應該係出咗事，而原因肯定係同前夫馬克有關。按照馬克嘅說法，喺11月19號嘅上晝，迪倫一直瞓覺瞓到早上7點30分，都仲未願意去起身。於是馬克就自己出門去處理一啲事情。時間去到11點30分左右，馬克返到屋企，發現電視播放住兒童頻道，而餐台上面就放咗一碗食剩嘅早餐麥片。但係屋企裏面到處都揾唔到迪倫嘅身影。馬克喺迪倫嘅房裏面行咗一圈，就發現迪倫嘅手機、背囊、
仲有魚竿都唔見咗。於是馬克就估計迪倫可能係出咗門口去揾佢嘅朋友。然後馬克就去到大廳瞓喺梳化上面，一直瞓覺瞓到下午嘅1:30。瞓醒之後佢發現迪倫仲未返到屋企，先至開始嘗試打電話去俾迪倫。如是者又耽誤咗大約2個鐘頭嘅時間，馬克先至出門口嘗試去尋找迪倫嘅下落。然後時間去到下午嘅4點幾，馬克去咗警局去報告兒子迪倫可能失蹤嘅消息，然後再發信息聯絡前妻伊萊恩。伊萊恩喺電話裏面聽到馬克嘅呢一番說法之後，佢覺得馬克完全喺度胡說八道。首先，11月嘅科羅拉多州山區樹林同埋道路都已經被大雪掩蓋，就算係中午嘅氣溫亦都非常之寒冷。而迪倫約好咗去見嘅嗰一位朋友，佢嘅屋企足足有15公里嘅距離。以一個13歲嘅小男孩，有乜嘢可能喺唔通知大人嘅情況之下，自己步行咁遠嘅路程走去朋友嘅屋企呢？就算迪倫真係咁樣走咗出去，馬克作為一個成人，一位父親，佢喺發現自己嘅兒子唔喺屋企之後，第一個反應唔係應該聯絡佢嘅兒子或者佢嘅朋友，以確定迪倫嘅安全咩？而點解佢嘅反應係瞓晏覺，然後大約2個小時之後先至去開始打電話呢？另外，13歲嘅迪倫一早已經開始對兒童頻道嘅卡通片失去興趣，而佢當時最喜歡嘅係 MTV 嘅音樂頻道，而且迪倫從來都冇釣魚嘅興趣，所以又點可能帶住魚竿而離開屋企呢？所以伊萊恩認為馬克所講嘅電視上面播放住兒童頻道，兒子帶住魚竿離開屋企呢一啲細節，好大嘅可能就係馬克自己憑空想象出嚟嘅謊言，而亦都證明到馬克對自己兒子嘅愛好同埋變化一無所知。面對住生死未卜嘅兒子，伊萊恩立即同佢現任嘅丈夫以及佢嘅大兒子科里揸咗6個小時嘅汽車趕咗過嚟。去到之後，前往當地嘅警察局，確定咗迪倫已經被列入失蹤嘅人口，並且警方正喺度跟進調查之後，時間已經嚟到凌晨嘅1點幾。但係伊萊恩佢現任嘅丈夫同埋大兒子科里3個人依然馬不停蹄咁樣趕到去馬克嘅屋企附近，忍受住寒冷嘅天氣，開始喺附近嘅山坡同埋樹林裏面搜索起嚟。而作為迪倫親生父親嘅馬克，竟然全程都冇任何嘅參與。佢哋筋疲力盡咁樣搜索咗1晚之後，但係都一無所獲。伊萊恩決定將自己對前夫馬克嘅懷疑話咗俾警方聽，希望警方對馬克嘅屋企進行搜索。但係好可惜，當時警方仍然覺得迪倫嘅失蹤好可能都只係一般嘅青少年行為，因為離家出走而造成嘅意外。之後大量嘅警察同埋志願者喺周圍嘅叢林進行咗大規模嘅搜索，甚至出動警犬同埋無人機。但係時間過咗9日，依然都係冇發現到迪倫嘅任何蹤跡。呢一個時候嘅警方終於決定對馬克嘅屋企進行調查。警方喺客廳嘅地氈上面發現到一啲微小嘅紅色斑點，經過 DNA 嘅檢測，發現到都係屬於迪倫嘅。但係當時馬克嘅女朋友就向警方表示話，因為迪倫喺1年之前唔小心割傷手指而造成嘅。而警方聽到呢一個解釋之後，竟然係冇再去繼續追究落去。遺憾嘅係，隨住天氣越嚟越寒冷，時間嚟到2012年12月之後，所有嘅搜索行動只能夠停落嚟。警方嘅搜索雖然停止，但係伊萊恩一刻都冇停止過。佢同大兒子科里利用社交媒體開始懸賞迪倫嘅下落。佢又開始組織社區嘅志願者舉行為迪倫祈禱嘅聚會，但係對於所有呢一啲尋找迪倫嘅活動，作為父親嘅馬克都仍然係表現得非常之冷漠，亦都完全冇嚟參加過。馬克嘅表現更加激起伊萊恩嘅怒火，佢開始公開指責馬克就係造成迪倫失蹤嘅兇手。而馬克喺面對記者採訪嘅時候，亦都反擊向記者表示，伊萊恩先至係兒子失蹤嘅真正原因。之後喺伊萊恩嘅不斷要求之下，警方對伊萊恩以及馬克分別進行咗測謊。
而得出嘅結果係伊萊恩以高分通過，證明到佢講嘅係真話。而馬克就以極低嘅分數被證明喺度講大話，但係因為測謊嘅結果並唔能夠成為法庭上面有力嘅證據，所以警方依然冇辦法對馬克採取到任何嘅行動。就係咁樣，時間一日一日咁樣過去，終於去到第2年，即係2013年嘅春天，冰雪開始漸漸融化，警方嘅搜索行動再次展開。喺2013年嘅6月25號，警方喺距離馬克嘅屋企11公里遠嘅森林裏面，終於揾到迪倫嘅遺體，但係佢嘅身體殘缺不全，而且嚴重腐壞，所以法醫冇辦法確定到迪倫嘅真正離開原因，究竟係因為意外、野獸襲擊定係人為？當時嘅法醫根本就冇辦法去確定，所以報告裏面原因嘅項目只能夠寫上待定。當知道迪倫嘅遺體被揾到之後，佢嘅媽媽同埋兄弟都表現得悲痛欲絕，但係爸爸馬克嘅態度依然都係冷漠無情。而呢個時候，當地大部分嘅人基本上都已經確定馬克就係呢一件事件嘅兇手。但係喺無法確定迪倫離世嘅原因之前，警方依然都冇辦法採取任何嘅行動。就係咁樣，時間一轉，大約過咗2年嘅時間。喺2015年嘅11月1號，一名行山人士喺山坡裏面發現到迪倫嘅頭骨。嚟到呢一度，呢一位可憐嘅小男孩，佢嘅身體終於齊全。而好快，法醫就確定到喺迪倫頭骨上面嘅2處傷痕，並唔係由野獸去造成，而係由硬物擊打而造成嘅。然後法醫就將迪倫離世嘅原因由無法確定更改成為謀害，而警方亦都立刻對馬克嘅屋企同埋汽車第2次進行徹底嘅調查。呢一次佢哋揭開咗地氈，用精密嘅儀器檢測到一大片 DNA 嘅殘留，而警犬亦都喺屋企裏面同埋汽車嘅後備箱裏面揾到一啲迪倫嘅證據。時間去到2017年嘅夏天，警方終於覺得佢哋掌握到足夠嘅證據，然後就對馬克發出拘捕令，而馬克亦都好快被當地嘅警方拘捕，並且被押解返到去科羅拉多州嘅警局，然後檢方就以2級謀害罪名對馬克提出起訴，而馬克亦都向警方表示唔認罪。之後呢一件案件嘅審判時間被推遲咗整整10次，一直去到馬克被逮捕嘅第4年先至開始。其中嘅原因包括疫情嘅關係，仲有幾次更換律師。卒之喺2021年嘅年中，針對馬克嘅審判終於開始。法庭上面多名證人出庭作證，有啲表示話見到馬克曾經揸車去過嗰一片人跡罕至嘅山區。而又有另一名證人表示話，當警方發現到迪倫嘅遺體之後，馬克就曾經同佢講話佢嘅兒子嘅頭部係受到襲擊，但係嗰個時候就連法醫都冇辦法去確定到迪倫離開嘅原因。咁樣馬克係點樣知道佢嘅兒子頭部係受到襲擊呢？而最令人震驚嘅係馬克嘅長子科里，佢喺法庭上面俾出嘅證據以及口供，而呢一份口供不特止揭開馬克嘅一個驚人秘密，更加解釋到馬克作案嘅動機。原來就喺迪倫失蹤嘅1年之前，佢哋2兄弟曾經跟住馬克去過一次旅行。2兄弟喺賓館裏面使用父親嘅手提電腦嘅時候，佢哋喺裏面發現到一啲驚人嘅照片。照片裏面嘅馬克濃妝豔抹，穿着住女性嘅內衣，對住鏡頭擺出各種嘅姿勢。喺睇到呢一啲照片之後，2兄弟十分之驚訝，佢哋拎住手提電腦跑入去洗手間，然後用佢哋自己嘅手機拍攝咗手提電腦裏面嘅照片。而呢一個發現亦都令到2兄弟徹底失去對馬克呢一位父親嘅尊敬。之後佢哋喺一次爭吵當中，科里提到已經知道馬克呢一個秘密，而馬克聽到之後十分之震驚同埋憤怒。但係無奈當時嘅科里亦都已經長大成人，身體十分之健壯，所以馬克唔夠膽對佢做出任何嘅動作。但係當面對住僅僅只有13歲嘅小兒子迪倫嘅時候，馬克嘅怒氣終於冇辦法克制。
檢方喺法庭表示，事件好顯然喺2012年嘅11月18號嘅晚上，迪倫同馬克嘅爭吵當中，亦都曾經提到迪倫知道呢一個秘密。然後盛怒之下嘅馬克就對住小兒子落毒手，然後馬克就用咗整整一個晚上喺客廳裏面處理迪倫嘅身體以及清理現場。然後馬克又分開幾次將迪倫嘅身體丟棄喺不同嘅地點，因為馬克嘅屋企幾乎係同外界隔絕，所以佢有整整嘅一晚再加一個上晝嘅時間去清理現場，從而令到警方喺最初對佢屋企嘅調查當中冇發現到任何有用嘅證據。而且由馬克喺案發之後嘅所有嘅言行都可以睇得到，佢對於兒子嘅安危完全都冇表現出任何嘅關心，亦都根本冇參加過任何嘅搜索活動。馬克將全部嘅精力都用嚟編造一個又一個嘅謊言，企圖嚟誤導警方嘅調查。當然，馬克嘅律師亦都據理力爭為佢辯護。律師表示話，警方喺馬克嘅屋企揾到迪倫嘅 DNA 其實非常之少。如果馬克真係喺屋企犯案，並且進行事後嘅處理，現場係絕對冇可能咁乾淨嘅。而至於馬克嘅照片，亦都只係佢自己嘅個人喜好，唔會傷害到別人。檢方以呢一啲照片作為馬克行兇嘅動機，完全係出於對馬克嘅歧視同埋揣測。而且喺開庭之前，無論係媒體定係警方都誤導咗大眾，所以陪審團一早已經對馬克產生咗偏見，所以呢一次審判亦都係唔公平嘅。最終陪審團喺商議咗6個小時之後，一致裁定馬克被指控嘅2級謀害罪名以及其他傷害嘅罪名全部成立。喺2021年10月喺宣讀判決之前，法官用嚴厲嘅態度向馬克表示，作為一個父親，你本來係應該用生命去保護自己嘅孩子，但係你竟然做出如此殘忍嘅行為，情況係令人髮指。最後法官判處馬克48年監禁，而對於當時已經60歲嘅馬克嚟講，亦都相當於係無期徒刑。今日呢一件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大家對呢一件案件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俾個讚好，或者喺下面嘅留言打上一個表情符號以作支持。我係頭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